香港隊四小隻 Rocky、妹妹、Mario、Yoshi 風帆訓練，由清早到黃昏，再由黃昏到入黑，一次又一次。風再起，準備。知道。哇！我滑手啦。Mario 捉住我。我嚟。搞掂。上嚟啦。多謝你哋，我冇事。唔使講，繼續衝。好啊！拉翻石條督所入風。風尾嚟緊，準備壓風。哇！又差啲啦。跟住我拉住你。各位唔好灰心。哇！唔緊要，下次再嚟。係啊，大家一齊努力啦！清，香港隊加油！練到成功為止。香港隊49組正，衝向終點。Rocky 操作穩定，妹妹拉繩準確 ，Mario 同 Yoshi 夾到飛起，速度驚人，風向完美，佢哋保持住，就快到線啦！衝過去啦！香港隊第一衝線，冠軍成功，金牌到手。Rocky 妹妹。先四隻無環衝初起步，風帆張得滿滿，香港隊暫居領先。Rocky 控住行桿 ，Yoshi 拉食欄，妹妹同 Mario 同拍到絕，速度飛升，最後一個浪衝線啦！香港隊奪金牌，原來無環都可以係世界冠軍。Rocky、妹妹、Mario， 香港隊四隻狗狗 ，Rocky、妹妹、Mario 同 Yoshi， 最後一個上風尾，佢哋同步出力，這笑控制得好敏。睇下佢哋點樣衝線，全身飛起，速度高達18節，哇！衝過咗。再乘多下就到終點啦！各位頂住，風勢正好。哇，對手追埋嚟啊！唔使驚，我哋快到啦，一齊升！3、2、1，過線！贏咗！金牌啊！香港隊甩到步，多得大家齊心，金牌屬於我哋！香港加油！香港隊前線嘅四隻成員 Rocky、妹妹、Mario 同 Yoshi 加快速度，佢哋保持完美節奏，準備過終點。哇！睇下佢哋嘅協調犀利啊！衝線啦！香港隊贏咗，時間1分32秒47，金牌確定！哇！